受孤单，搁行倒情的世界。这工是痛苦的代志一层，在繁华的街路上，啉着心内的悲哀，演出英雄式的笑容。在万灯红尘中，笑着烧酒的力量，安慰自己失落的空等。是为真爱为着将来甘愿将痛苦放在心肝底，才予你当作无感无情无趣无味无花搁无目屎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甲别人无同款。尾音在里面收回来，收回来，较长意思啊，去打拼去，收回来，去打拼。哎，啊，毋才对，吼，毋才有感觉。当初迄当少年吼，我看伊是本来就真打拼，但是因为伊对这个音乐界吼，伊真注重啊，所以我看伊真认真。这个人吼，确实一个人才，伊毋是干那分萨克斯会晓呢。我看伊其他乐器拢会晓，伊不但讲骨力，吼，啊，佫拍拼，佫而且心肝真善良，一个好人啦，善良的人，而且佫骨力，哦，迄是日做夜做，是无简单。几十年前的时，伊大部分拢是伫做秀场较侪，吼，伫录音室拄着的机会较少，但是伫秀场的时，就时常拄着。个阿强啊，安尼，这个人确实厉害，伊逐场都有啦。你反正每一个节目现场的节目，拢绝对都有阿强啊。尤其你若卡梅拉拢甲特写，伊足好练的，拢第一张无啊。这个人吼，伊毋是一个真马虎的人，伊对这个音乐吼真注重，所以伊讲叫伊讲凊彩，这是无可能。伊嘛对这个台湾歌谣吼真敬爱。若真注重，而且嘛研究了真深嘛，无简单，无几岁人吼，对这个台湾的歌谣，较早伊，尤其伫30年代、40年代的歌，伊拢知。这无简单，袂歹。我佫甲大家讲一个秘密啦。阿强啊，伊本名叫林炳宏，为什么叫做阿强啊？你知无？因为伊就是逐项都很强，或者阿强啊。本萨克斯也强，皮亚诺嘛强，这个啉酒嘛强，各一项搁较强，迄袂使讲吼，很强就对了。阿强啊，爱加油哦！但是莫伤骨力嘛，莫伤拍拼，袂使过分。人讲古早人讲趁钱有数，身体爱顾，会记哈。一生爱过有几摆？你敢知影我的伤痕有偌深？不愿享受孤单，搁行倒情的世界。这工是痛苦的代志一层，在繁华的街路上，啉着心内的悲哀，演出英雄式的笑容。在万灯红尘中，笑着烧酒的力量，安慰自己失落的空等。是为真爱为着将来甘愿将痛苦放在心肝底，才予你当作无感无情无趣无味无花搁无目屎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。
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甲别人无同款。有人问我。一生爱过有几摆？你敢知影我的伤痕有偌深？愿享受孤单，搁行多情的世界。这敢是痛苦的代志一层？在关怀的路上，饮着心内的悲哀，变出英雄式的笑容。在万灯红灯中，照着烧酒的泪中，安慰自己失落的空等。是为想爱，为着将来甘愿将痛苦放在心肝底，才予你当作无感无情无趣无味无花搁无目屎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。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甲别人无同款，是为想爱，为着将来甘愿将痛苦放在心肝底，才予你当作无感无情无趣无味无花搁无目屎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甲别人无同款。欢迎萨克斯风的名演奏家、名作词作曲家阿强老师，老师欢迎。大家好，新买瓜老师很荣幸。今嘛萨克斯风吼，大家小真甲你邀请，已经排到对后年去啊。啊，今仔日心所爱的歌是国政吼，足诚意讲拜托老师来甲阮特别露面，因为足少人知影讲，原来过去遮尔侪笔名拢是你呀。因为你即马萨克斯风演奏太出名了嘛，对啊，结果轻轻呢，竟然你用过6、7个笔名。录音带吼，内底我有7个名字，因为这作品，迄个编曲嘛是我，作词作曲嘛是我，啊，所以我唔知影较早就是咧拢爱低调，所以有强哥啦、阿强啦、林晨昌啦、阿昌啦，就是名拢有。人生袂是简单讲，过几落关，行过几落种的坎站。即马萨克斯风正人拢知，但是过去拍拼的过程，人较唔知。所以就以这条，我甲别人无共款。这是什么款的环境？什么款的气氛写出来？其实我写这条歌完了真紧，差不多应该是无几分钟就写出来。其实是在讲说，其实就是我迄当初的心情哦，迄歌词，其实大家听迄个歌词就知影我咧讲啥。哦，也有喝一点酒，在晚灯暗灯中照着烧酒的力量，安慰自己失落的空等。然后是为种才甘愿将痛苦放在身上。总有一天，我要互你感觉讲，其实我唔是你所想的迄款人。我们也有其实是就是很本实的心情，咱是拢足拍拼的人，唔是你想的遐虚华。老师，安尼迄个时阵有感情的挫折还是？这边安怎讲？歌词拢有写。有，我嘛拢足认真听。你敢知我受伤偌久？啊，失恋足侪摆，到我都但是不晓得能不能获得真爱。其实，人生渴望就是讲，看我都人生若得到一个真爱，这是对咱人生来讲是一种交代。我当初是想要甲台语歌，嘛是要国语化，就是开始我感觉讲台语歌袂使搁伫市场拢同款嘛，迄当阵拢迄种
一种调调啦。我的节奏吼，我是参考林忆莲那个《情人的眼泪》做 shuffle 的，然后我想要把台语歌进一步改变，因为我嘛无咧编嘛。啊，拄好王世贤让他少年，还少年，有变开的时阵，嘿，啊都伊要用，因为我是凑合，阮恁当初我甲吴家祥，阮咧写歌拢，阮是敢若咧做工咧，一礼拜爱写一条，敢若咧交作业共款，嘿，就是一礼拜强制性，阮就是写歌就一直写，不管会使袂使，但是迄当阵黄瑞田、水田大哥吼，就很欣赏我们这，唔爱讲是真栽培阮这少年的。我当时咧23岁了嘛，20几岁，伊个含有遮上入去，伊就拢足重用，真重用阮这少年的。我感觉伊对阮这少年啊吼，足好的，足好的。啊是他一对歌，我所在嘛真内行，因为过去歌戏的世家背景嘛，对迄个台湾歌迄个敏感度，所以你讲吼，伊歌甲你听听，伊会叫你改哦。对啊，伊讲吼，你像72个字以来啦，伊讲歌你莫写伤长，哦，你着保持70至80字，这伫中间，莫写伤济。啊，但是咱少年，咱也嘛听国语歌，咱嘛有咧听台语歌，咱嘛有咧听台湾民谣，所以伊就讲你要去写什么，你要去写什么，叫咱多方面去尝试，互咱少年有这个机会。所以讲我嘛有写，你像这拢是拍的嘛。啊，我伫事业嘛，我就写3段无共款的，从早起、中昼、暗时啊，甲梦中，这就是一个故事的表现。有的歌咱就伊当阵咱是一直写，就是安尼尔。啊，时代的产物就是看外口什么人的面，看到啥咱就写啥。心情好，咱就写心情好；心情歹，咱嘛写心情歹。啊，迄是台湾歌，用来讲是原来真正呀，发挥的呢。迄当阵时代袂歹，市场真好，主要是社会景气袂歹啦。咱讲正个，迄当阵是流行歌曲的天下。啊嘛，因为景气好，老师才去写，先讲毋免趁大钱对无？对，我就感觉讲啊，大家是咧拼啥？毋免啦，咱其实好好做一个小生意，安分守己，脚踏实地，这嘛是一个本，这嘛足成功啊！无一定讲啊，我都爱趁偌济钱，这算讲是成功。我都认为啦，我感觉认为平平凡，我即马安尼嘛平平凡嘛是过得袂歹啊。老师，人讲吼，知足常乐。老师你无平凡啦，你的名已经甲萨克斯风刻到顶啦。无啦，迄是大家无去啊。啊，少年唔较，就讲练得较紧的。我拢叫这个少年，我练得较紧的。我老师要退休，你无起来，你较紧起来，我怎么当退休？这市场袂使安尼啊。老师，咱听人讲，其实伫迄款社会环境内底，你咧讲的，爱拼才赢当迄度，啊，佫唔闹。老师他拄仔讲吴家祥老师，迄个时阵写迄个社会写实的歌，或者1990台湾人，啊，我所在伊佫用笔名嘛，唔敢用本名嘛，无，因为少年人大家嘛想要冲，啊，你是虾米款的思考，等到这样追求稳定，反向的思考，这其实是阮厝嘛足散起来，阮嘛艰苦囡仔大汉，阮较早吼，干那你知阮厝的地砖吼？阮厝的地砖比这更较灰。阮厝的地砖是阮二哥吼去做石头，大泰鲁大村的吼开始打，对遮打。啊，即个当就用啥？有哪打起来？所以阮家的地砖是其实讲起来是足贵的，因为是5岁10色拼凑起来。啊，阮的铁窗，阮的窗仔门吼，阮土甲厝嘛是买一个，就是讲工地有剩的，阮摕倒来厝的用。但是厝边隔壁看阮袂起。阮咧用的时阵吼，阮无伫咧瞬间就把推倒。伊的意思是讲，恁也无够价啦，恁住土脚厝袂使装里门，袂使装里门汤还是啥物啦。啊，咱是装下囡仔，啊，所以我迄当阵少年就讲，我一定爱拍拼，无一定爱趁钱，阮妈妈讲你，啊，像你出去吼，一厝的靠兄弟出去伫遐食一点仔亏，出去靠朋友嘛，食亏就是占便宜。啊，阮阿公的座右铭就是讲勤俭，你要勤劳节俭，才有得
无一定讲爱趁偌济钱啦，所以我的生活就是安尼。厝里环境歹，老师你甲我讲，敢若食一碗面就要等剃头。对，还人敢若2箍还是2箍半，加一个卤卵2箍半。阮爸爸才会带我去食阳春面，还是食肉丸。啊，无阮厝的是硬菜食一礼拜，硬菜煮硬菜汤，硬菜裹起来淋豆油，安尼就是一菜一汤，就是一顿啊。啊，你一定原来想要改善家庭嘛？对，啊，就是出来拍拼嘛，出来外口拍拼啊，也毋看厝的讲吼，可比讲我一只趁1万，啊，你爱甲补，我趁15000。吼，伊才要互你出来啊！啊，阮二兄咧做兵，阮大兄嘛咧做兵，啊，我一个月爱寄1万块转去，我寄一个月爱寄1万块互阮妈妈。啊，所以啊，阮二兄看我的存款簿嘛，伊讲你是安怎开？你一个月趁15000是安怎？存款簿内底无钱，我嘛毋敢甲讲，其实我就是薪水就是1万块尔。啊，咱就去做出一寡洗手面啦，趁一寡外乐来。啊，因为较早咱若做歌厅啊，做夜总会吼，公司拢有互你食一顿，啊，我就靠迄顿度过迄个一工安尼。人生就是安尼。老师，你几岁开始吼对乐器产生兴趣？啊，忙甲讲有法度出来表演？出来咧，应该是国中的时阵，因为国考6年的时阵，阮二哥就是国中的队长，啊，伊8、6礼拜拢会甲乐器摕倒来厝的，啊，我就看伊伫遐歕，啊，趁伊走出去拍球啊，伊说我就甲头摕起来歕，佫会弹呢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啊，然后伊高3嘛，伊高3我高1嘛，我高1咧，我就考，我先考小学考入去，啊，过来高啊，我就入去乐队啊，高1就入去乐队啊嘛，啊，开始做小队长，啊，高3就做队长，啊，做队长了后，你就会使，你就乐器是个锁匙，啊，我若下课吼，我就伫遐练，啥物乐器拢伫遐练，啊，练到超过5、6点天暗的时阵，迄个教官，咱好好拢有一个教官，好了。林cent长，你跟我回去，不要再练了，吵死了。啊，我拢伫遐练，啊，就是安尼练起来。啊，当然嘛是有一寡足好的哦，肉鸡啊大一寡迄个乡间的一寡团体啦。啊，我有伫乐器行打工嘛，乐器行打工，无钱的哦，但是我会使练遐乐器，用遐乐器啊，互我食一顿。食一个中昼顿，我较早中昼顿会使食20粒包啊，食拄的。伊讲在你遮，你去隔壁食算我的，啊，就是安尼练起来。啊，所以你来到台北吼，是因好头路啊，还是讲啊，我来拼看卖，我来找看有路。我跟你讲，我伫台中吼金马歌厅，了后我就去园林的生活啦歌厅，啊来这一个拍鼓的，看我少年啊，伊讲阿强，我较早叫阿强啊，小明。你唔好住在台中，你要去台北发展。伊怎写一张纸，用伊个分科啊，有了解？写一个你去中立爱看厅做陈文忠老师，啊嘛无电话，你去找啊，我是虾米人？我是卢汉聪，吼，你这张你去，我就少年嘛戆戆，火车坐咧就起来，就去爱看厅，5点就去遐等。啊，就是讲，我要来找领班陈文忠老师，我要来找领班。哦，然后你等一下，看你讲你等者，啊去，啊里边真种，伊就讲，哦，安尼哦，较早无电话嘛，较早嘛无 BB 扣啊。来，啊你有交去有走，我有走，啊就听，分一张，分煞。好，你明仔载开始上班，啊就开始我北漂的生活。我感觉较早的人足有认真力的，我阁会记得我的室友吼，周乃全购置，我拢叫伊干爹。暗时啊泡一杯牛奶花，啉讲年轻人，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啊。我感觉哦，目屎全流了。出外人吼受到长辈的照顾吼，咱讲啊，我一生以后一定要很好对着时代所有的前辈，我一定要足尊重的。尤其老师，互我足钦服，就是讲，
交陪足旷阔，毋是干那流行歌这个范围尔。哦，古典音乐、jazz，我真侪人吼，讲到你拢足幸福，啊，拢讲甲你学真侪。咱讲老先生也是前辈，伊讲吼，你要少年，等你练起来，你所练的是你的，别人摕袂走，所以你就 just do it， 你爱练就对啊。较早老的也袂甲，老伙也袂，先辈也袂甲你讲，无啥物乐理。有啦，当然我起来台北，我有去读乐理嘛，有去读书，迄是咱后来。较早拢叫你，你就练就对啊嘛，你逐工分嘛，我一工练7、8点钟啊，所以那个教材厚厚的一本，我才2个月我就练完啊。囡仔无代志，逐工就练，我一做音，我咧做田，我音田一曲超过45分钟，啊我放田水放落去咯，我就练45分钟，等于说搁去做田，做后一曲的田，啊，就一工1分地几分地，迄个田水就饮完了。啊，我就会使等去厝，都是拢练习啦。啊，来到台北老师，你敢有敢若讲，较照起工吼，去找几个老师，啊，拜讲啊，我做你的师啊，做你的徒弟啊，尽量甲你学较久咧。敢有这个过程？这咯，有哦，我来教师节，较早啦，教师节哦，我敢若爱送礼，都爱走几个所在。这个老师爱食薰，迄个老师爱啉酒，这个老师爱什么，咱都爱传伊爱物件互伊送。小甲阮回想一下，有一寡老师对你较有影响。哦，一个陈才艺老师、肖东山老师啊、蔡东宪老师，就这个，够模浪的老师，很多老师都是我的，都是我一点点，即使跟甲他讲一点点嘛，但是就我人讲开窍同款，一句话就甲你点破。啊，个陈景川老师，迄甲陈志远老师同期的，迄拢是甲我讲，教我一点点的。撇步尔，但是迄个撇步是，互我后来这一生所会当安尼使用这个乐器悠游自在，会当发挥伊的物件的泉源。应该讲是各大门派。对，你爱安尼，我就是安尼，我就是安尼。这一种乐器，望到尾来讲，会浸定萨克斯风。萨克斯风这种乐器是音色。也是讲演奏的方式，也是讲倒位，互你安尼特别感动，讲我一定无这项袂使。我较早其实我是有拍鼓，嘿，鼓是节奏嘛。我感觉鼓发泄哦，较早我身体骹嘛无方便哦，定去用欺负啦。咱来排队吼，行路较慢就去用塞落去沟仔底。啊，我就开始练鼓练身体嘛，拍。后来发现讲拍鼓嘛，无法度抒发心意。啊，有听着。常常听到这萨克斯风的声音，感觉讲这足温暖的，足接近人的声音。我感觉，我若心情好，会使分快乐出拍。心情歹会使，会使甲我心内郁卒、欢喜、喜怒哀乐发表出来。哇，感觉袂歹，我会来练。本来是来到台北，是要参加演奏做乐师尔，啊是啥物款的缘分？讲引入去唱片公司，这个另外一条路嘛。哦，对，这就是我23岁时，我本来拢对杨登辉杨老板，我拢咧做诸葛亮，我19岁就做领班啊，我就伫遐带出来。啊，尾有一届，敢若是黄韵玲打电话给我，伊讲我要做台湾的民歌。南方二重唱的，阿强，你有没有歌？你有歌无？来，你有兴趣要做无？我转来绕跑。伊讲你来起来哦，我就这，啊，我就甲杨登辉，我原无交讲，我就绕跑起来台北啊。啊，尾杨登辉讲，啊，我是对你无好呀。我甲讲吼，幼长，我即摆23岁，吼。我做你这已经做3、4年啊，我感觉讲我还阁有足侪路要行，我想要创啥，我甲讲，我想要去做行唱片这个路线，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。伊讲你有这个想法，好，你去。那创袂好就甲我转来。伊就放我一条生路，互我去讲你去拼，吼，啊我就起来，就进入这个唱片界，就投身入华伦嘛，华伦做。不过你讲。黄韵玲老师，你讲迄是华语的路线嘛？甲华伦个另外一个系统。一个，只是讲迄个
契机点啊，害我才感觉讲啊，我逐工伫遮咧问，啊，因做公演就是安尼跑码头啊，走码头安尼，我想讲我23岁，我应该爱来做一个较无共款的代志。我感觉人生也无介长啦。啊，你若有3年换一个环境的时候，我感觉迄个敢若讲3年4个月，就是一个契机。我感觉3年一温，好歹照论。你好好做这个工作，做3年，你来转拢会使。我就是用这个方式，用这个人生，我家己的哲学，我感觉讲安尼改变自己，然后互家己往上成长。结果来到台北唱片发挥落，对，啊，真侪作品就安尼一直三星出来啊，系啊。我先去学电脑音乐啦，迄就是迄当阵的72年的时候刚开始的，这个叫 MIDI。那时候其实这个电脑音乐是辅助咱的学习尔。啊，想袂到讲我是本来是想请一个乐队陪咱练，啊，结果做人讲，阿姐，你这是在趁钱呢？我是要趁钱，你有变的啊，都唱片公司都会甲你买啊，哦，有影袂啊？安尼开始。啊，一下去就受到像讲哦，黄瑞田黄老板的赏识啦，吼啊，朋友的推波助澜啦，大家啊，甲有写讲所谓互相有，啊，你写一条，我嘛写一条，啊，人伊就写出你来要不写，哦，啊，就啊，一共同成长。结果老师用作品证明，像讲吼，你咧写快乐的计程车，对，迄毋是咧写计程车司机，无人像你安尼咧，咧写迄台计程车。我是写迄台计程车，甲即马嘛敢若唯一一台，敢无影？唯一一条歌咧写计程车本身咧。本身毋是司机哦。啊，迄种是啥物款的想法？我是计程车本身，因为我这个人客，我是咧载人客，我这台车是咧保护人客，这种心情啊，用卡通的方式去甲诠释来。老师，你甲看，产量遮大，不过每一条拢家己真实的体会，毋是咧写交代，毋是，像讲理想之歌。老师，这原来迄当阵台语我较少有诶，较属于原住民这种的节奏，原来甲加入去，这个是啥物原因？这嘛是我的心情，啊嘛是我一个足好朋友的心情。伊叫做小黑江松宽，伊才12岁就去用，较早原住民吼，查甫毋是袂厝诶若无钱，查甫就袂去工场。查某囡仔可能袂去风花雪月安尼，啊，所以我甲伊做伙嘛几啊年，对吧？算足默契的啦。啊，迄当阵写这是要，迄当阵这条歌其实是为于大哥有一点量身定做啦。他讲啊，阮于老师于天大哥要出场，啊，你嘛写一条来哦，啊，就为他写这种，刚刚迄个心情我就写出来。其实这都是蛮励志的歌曲啦。啊，所以我所在。亲像即地，亲像日思夜梦。哦，到你伫唱片界已经有发挥写真侪歌了，翻头，搁去甲右上有出着力啦。这都右上因公司做的嘛，巨灯嘛。哦，对，巨灯多伫华人的对面。啊，所以右上有搁认着你无？有啊，尾啊我甲弄足济哦。啊，因为伊入去出国真做的时阵哦。杨宗宪拢甲我做伙啊，杨宗宪要囡仔的时阵，拢来我就毋是来我有当有西安尼，观摩啦嘛是安尼。老师落尾唱嘛，甲文夏老师互相熟悉，啊嘛变做真亲密、真接近的知音呢。知音，我两个足好个。迄是啥物款过程？讲恁两个熟悉？这讲起来吼，佫相结有关系。较早吼，伊伫老天龙的时阵吼，因拄啊对日本转来。啊，香姐嘛打写文姬的时阵，啊，你知影吼，女孩子刚出产后是足水的。啊，咱讲我囡仔，我才18岁尔，大家拢讲，伊文夏老师把介绍讲，这是我的学生文香，吼，这是我的学生。媒体嘛无讲，咱唔知啊。发现我甲文香说四目相交，这查某囡仔真水。啊！我就去问我的迄个节目制作的讲，这个阮遐学生袂歹哦，你使甲拍无？迄因某我毋是讲学生，啊，尾我去做文夏老师82岁的那个，其实我拢足好做伙啊，做他的演唱会就这样，含香姐就讲起来讲，我觉得你较早足水哦，哦，别说讲。原来我是恁的情敌，
香姐是我甲文夏的情敌，文夏老师的情敌。啊，阮两个人嘛足好啦，阮们不也变活贴的。啊，就安尼，阮两个就走得比较亲。阮若定去泡温泉啦，啊，食物件，3、5天就拢去。因为迄当阵伊年份较济吼，啊，伊有了啊厌食，嘛毋是讲厌食啦，就吃东西的时候可能香姐啊是文姬吼，会限制他一些东西，这样啊，伊即个人讲吼，毋是老翻颠，会变敢若囡仔先共款。啊，我出来就讲，你要食啥，你家己拣，看要食啥你就叫，吼无差，你外口食，8到10岁啊，你外口食，他都我拢食伊剩的啦，伊食剩的我就食，啊，两个人开讲，啊，就伊就因为我无甲限制啊，你看要食啥，你坐回啊，你看要食啥，你外口食，哎就。有当时欢喜，有当时嘛生气。老师，这是阮看袂到。对，看对。文黑老师另外一面。伊到尾啊，啥物拢爱我。阮伫北营的时阵，马街的时阵，伊讲，我们计划要来，逃，不是逃亡，离家出走。我两个要逃走去佚佗。假出比跟文夏老师的过程是，后来他连要梳头发啦、换衣服啦，什么都爱叫我去遐拣啊。考一个喙鬚爱我去，小姐就敲电话讲，恁大要考喙鬚啦，你来，就变成这样子的感觉。这真奥妙的缘分呢，因为普遍顶，真侪人拢感觉文学老师，人卡只后拢讲艺术家嘛。我嘛捌亲目睭看到，伊伫咧电视节目的现场，毋是伊的剪造，伊毋唱就毋唱哦，啊竟然有法度甲你遮好。老师这完全无简单呢。嘿，伊上尾一条歌嘛是伫歌遐录制完成的，伊。到生命快结束的那一刻，在马街，伊讲这条歌，什么一条就是台湾 Go Go Go， 你看，伊到尾临终进前，要搁为着咱台湾这个音乐界，还在奉献他最后的余力。我怎么不挺他呢？这款的这好的，老实讲，咱拢囡仔拢听伊的歌大汉的。啊，尾啊，我有这个荣幸哦，会当甲伊安尼共处之战，我感觉像，这是我人生福报。你完全拢啊，搁伫咱台湾歌音乐界，伫咧付出，伫咧经营。啊，毋过吼，落尾手就较少写歌，所以国情安尼苦心，一直安尼伫咧要甲朋友报告讲林成昌、阿强，这正就是林炳宏老师，是我足大的生意，因为这方面你的表现较好，但是颠倒落尾手，这少年辈就较毋知啊呢。无写歌，就是因为著作权的关系嘛。尾也拢买断的，买断的就是你这个敢若咧卖囡仔共款。这条歌卖互唱片公司，就唱片公司的呀。你等于其实写一条歌，敢若是咧生一个囡仔共款。啊，你唱片公司即马目前有诶到手的，手上他们的，毋是伊写，是买断的。啊，这个产业者吼，这拥有者，甲伊当做商品来甲贩售。啊，这物件变做你有当时开一种，甲于老师讲的，你开一个天价，像这条歌有可能我都传唱。当然，即卖媒体遐济啦，就是因为这个关系，大家想一个法律旁啊，用这个重置权来甲这愿意为你传唱的人。反倒是要付一些费用给他，我是觉得我是感觉讲合理会使，吼啊，莫开一个迄个无行情的介绍，啊，大家变做这个物件是台湾人是足紧就袂记啦。你只要这条歌若2、3年无唱，这条歌就无去啊。因为著作权吼，毋是讲啊，这个杯啊是我的，都毋是你的。著作权是愈用愈简单的，老师。系啊，有人传唱这条歌，我们才会红，才会去读，对吧？这是这个啊。拥有者他的伊个想法，甲咱爱台湾音乐的人的想法是无共款。伊当作是一种商品，伊讲这是伊的财产，但是你财产，伊嘛行无路啊啦，伊讲就剩这条路尔嘛，所以伊就安尼来安。但是即马有渐渐咧妥协啦，有诶都大家出来讲好，就好啊。老师无写歌，毋过共款伫音乐界咧拍拼咧发挥，尤其是萨克斯风这方面。因为讲，我来讲吼，无写歌是因为，像我那就种吼，咱看即卖市场愈写愈退步。你看咱台湾民谣，迄个词、渔村，吼，黄昏岭，
人个写歌，迄个较早迄个意境，那周天明也是迄个李林秋，人伊较早遐，我都超越他。我感觉是讲爱台语歌，到即摆拢是讲一句，毋是迄个啦，嘛袂使讲是靡靡之音啊，但是就是拢变做安尼，因为规市场的迄个quality落来了，就变拢安尼，做甲品质就无较早遐好啦。老师，我所知，你甲于龙老师有一个计划，要将过去这好听的老歌重新歌演唱出来，对，重新歌更较侪人听到。阮一直咧做，嘿，伊一直咧做。啊，因为伊较即马吼，伊即个年岁来咧诠释哦，伊嘛讲伊较早拢想唱，但是较早的市场就是啊，你就是唱管音啦，加唱上大声就，啊，人伊即马唱收敛，人伊即马唱。其身体要真健康的是讲，我甲这个唱法，甲这个用音，台语的咬字加你，吼，甲发音，啊，甲这个唱法，甲找倒转来，啊，希望用伊这个歌声，互少年的听到吼，啊，互少年的去感想较早的这个时代的这个歌，啊，希望会当传承落去，传唱落去。我真知影你甲于老师两个吼，目前吼真正拢咧做感情的，毋是咧做趁钱。无啦，老师去外口面萨克斯风大场的表演，迄一场，因为讲是拢足有价值的，但是伫落毋先安尼进，对无？老师，这完全就是咧做交陪、做生意的。嘿，使命感呐，我感觉是种对台湾音乐一种交代，一种传承。咱无做，别人无一定会做。但是咱做，人讲吼，做了不一定对，但不做就是错。咱做还佫有一半成功的机会，啊，若无做就无行。咱的台湾音乐这个传唱的这个工程，这个工业吼，都消失去啊。啊是虾米款的缘分甲唱数？各种只要提起萨克斯风有需要，第一个就叫着你的名，迄是虾米款的过程？其实我迄当阵是老天拢分基本歌，但是我其实也着读架子诶。我就去在山遐，我是上4年的课，一礼拜上4天，我就是咧学遐。啊，尾后我去金华酒店的时候，分11年，11年就是含2个日本人在做架子的音乐。了后，佫去 TU 一个拍谱，做4年8个月，含阮7人组，敢若我一个台湾人，啊，拢做西洋歌。了后，才佫面试开播的时候，我才佫含，我佫对王清溪老师去面试。八大啦，杨登贵老师，我过较久啊，嘿，足久的，迄个足久的。你即摆看到所有 YouTube 的足济，我的画面足济，就是拢迄当阵累积出来。啊，剧团我嘛足爱做的，我就是无劲，因为其实剧团的薪水甲固定的budget实在无咱流行乐遮好赚。啊，毋过我对他很有渴望，我足介勇于挑战自己。我感觉啊，但是因为我的乐器较济啦，所以。大家要找嘛，啊！你要找也要分4、5种乐器吼，我看嘛是敢若阿强有目前这个啦。啊，就是其实我要入的时阵，迄个头家嘛甲讲，两摆甲讲，我已经问过2、3个教授啊，大家拢讲你，我嘛是无，变做我无选择时，我就入去从事这个。啊，但是对我是一种挑战。我能够讲嘛，人生安尼挑战真好，做一寡百老汇、一寡国家音乐厅的、一寡古典的演奏。对我来讲是一种生命中填满很多遗珠之憾，把那些洞补起来。较早咱我要去电视台嘛，无可能嘛，对不？咱嘛是讲歌戏我嘛有啊，歌戏、布袋戏，啥物我拢做。咱做戏说咪嘛做过啊，暗会嘛做过，演唱会嘛做过。那我来讲，没有什么无啥物分别。只要是音乐，对我来讲，拢是一种 enjoy。你要 enjoy 伫迄个内底，你就是快乐的，你就是在 play， 你就是咧耍。你唔是去趁钱，你唔是去这几箍赚几几，唔是这种。想法是安尼，我的心态是安尼。完全赞同老师，唔是讲到尾啊，咧摕你卡戏的才欢喜，是敢若大家顶咧享受破声。对，迄个才是重要啊，系啊。咱一声一敲出来，当，是讲就是安尼啦。啊，迄破写袂出来啊，
破笑袂出来，用那个女孩子腿伸出来，你来喷一下，破不了下。啊，高队讲你要写好，我喷，唔通问题袂出来啊？迄王秀叫我老师讲，老师你喷较笑亏咧，好不？那笑亏是不要笑亏。我类似讲，伊就不这话1分58秒对吼，伊讲我咧走吼，这人吼，伊即摆咧逃命吼，啊我不砰砰砰砰，喷到1分58秒时，伊是拍落，无开啊！你要安怎诠释上尾一句？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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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迄破笑袂出来。啊，你要看画面开始喷，就是安尼。啊，这就是合作的合作的过程是足快乐的一种战绩。啊，咱看播出以后，咱会感觉哦，敢若咱囡仔咧看《顽皮豹》咧，看《大力水手》的，感觉迄个物件就是咱从迄诠释咱会晓。迄个咱囡仔拢看放假看，啊，结果就是安尼，就把它显示出来。我感觉老师是用安尼一路行过来，生命过程，咧甲阮教讲，成功唔免趁大钱，人爱做家己兴趣的。对，这是分享。足大的感谢，而且老师你甲想，迄足侪好听的歌吼，到即嘛搁咧安慰，搁咧感动台湾人。若无你写，台湾歌要安怎去找讲有历史野望，即个开口的歌，这一听嘛感觉讲伫迄个时代，会用讲是甲别人拢无相共。迄是一种罗曼蒂克，啊嘛，干那这条呢？老师讲的看有影无？是一个爱情故事啊，哎呀，是一个爱情故事。敢是你家己的爱情故事？当然了，我写的一定是。大家拢理想背景嘛，大家拢伫遐拍拼啊，但是心内还是有一股纯纯的爱。咱个少年就是要当然为去，你有一个爱慕的人，咱较早嘛是拢拍拼为着事业，哪有还未结婚无迄种想法啦，大家就是讲你等你事业成功了，成家就会立业，立业才会成家啦，这样有法度成家立业，你有一间厝，你有一个事业，再过来讲着嫁娶的代志，无就是干那你事业忙呢。老师爱遐纯纯的爱，如今虽然变作遗憾，啊，不过嘛变作作品，永远留伫咧作品中间。我昨吼要来录影进前，我有开始要修炼一下嘛，我家己唱到足心里，我唱我老目屎，你知道？已经这侪年前的歌，今麦来唱吼，其实是无啥共款，心态无啥共款。较早咧唱这条歌是充满幻境，对爱情的一个对爱情的一个憧憬啊，对心里想象的那个白雪公主或者是有这种想法，但是嘛想起来啊，人生啊过啊，拢过去啊。一条国语话说年轻不要留白，咱嘛无啦，咱有留一寡物件起来，人生没有遗憾，无遗憾啦。人讲人生就苦海嘛，你若无安尼吼，经过这个艰辛苦涩，你无法度去体会。专业是基本的知识，敬业是基本的态度，适合各行各业，这是我的座右铭。老师用伊的生命的过程，真正甲阮教足济，毋是咧教功夫，是教人生的体会。老师今日有心来啊，我咱好搁将诚意邀请，是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前，甲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印一个，互阮对你致敬的手印。老师请，谢谢。来好，老师来。老师请坐，老师谢谢。我一个小小的歌迷，我会当呢体会老师所讲，这人生的智慧，我真正足感恩。老师，诚意甲老师提醒，身体要顾好，连工为着咱的台湾音乐产业下辈这少年家，安尼要搁甲你学功夫，要甲你加学歌，必须的。老师多谢，谢谢。好朋友，感谢你，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